蔡國權車禍重創，太太代索償千萬。不知道在那片邊可會有盡頭，只知道逝去光陰不會再回頭。創作小鳳姐經典金曲《順流逆流》，80年代出道嘅創作歌手蔡國權。好多的我默默接受，幾多失事人未放手。每都的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與你走。近8年前遇上車禍，導致老人痴呆同埋創傷後柏金遜症，要坐輪椅，說話有障礙。但佢冇自我放棄，08年獲傑出生命大獎。據悉，而家佢住喺沙田一間療養院。02年，佢坐朋友陳華顯嘅吉普車由運浮返香港，喺東莞廣深公路失控跌咗入水塘，被拋出車嘅蔡國權腦部重創，太太代佢告司機疏忽同埋索償，據悉評估索償超過1000萬。佢話被告明知車胎有問題，據叔仔引述交通警嘅估計，當時車速可能有160公里，超過路段120公里嘅時速限制。做麵粉生意嘅被告陳華顯否認超速，事前亦都檢查過車胎，而大部分乘客包括蔡國權都冇帶安全帶。轉左嗰陣，佢聽到蔡國權嗌爆胎，架車跟住就翻滾，佢自己醒翻嗰陣已經喺水裏邊。另外2個男乘客死亡，佢理解係爆胎或者撞到硬物引致車禍。2手吉普車係公司買㗎，事前亦都已經通過檢查。